在100年前呢，我这二仑乡深坑社区的照安客家庄新好尾溪，迄那落大雨，拢会淹水引起灾情，造成真侪村民生命财产的损失。因为安尼，市民伫溪边啊设立一粒这个石敢洞，逐年来这祭拜溪王，祈求消灾平安。流传到即马，已经变成在地重要的民俗文化。 村民有人打饭菜贡品，含大家做伙来到溪仔边，身心拜石敢洞。伫咧100多年前，二仑乡深坑社区照安客家庄村民伫咧遮生活做事，强在会因为新好尾溪做大水，性命财产受到危害。迄阵啊，咱遮有做大水，溪花规个拢崩去，咱庄内遮个时代。 就想办法安造这粒的石敢洞。这祭拜溪王的风俗，伫咧当地一代搁一代流传落去。到即马，马吉下普林县府举办的照安客家文化节活动，将做在地一个重要文化。我希望这个活动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虽然拜所在和早期无共款，我对大自然的敬重和感恩的心共款无变，嘛希望将这个风俗继续传给后一代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